近日喺35D 莊端度發現咗一條神秘嘅線，唔係呢條事業線啊，係一條超越底線啊！當初我睇到個劇本咧，係有性愛同口交嘅場面啦，咁我係真係推咗嘅，咁跟住佢要我再俾原因佢嘅。咁我再俾原因嘅時候，我就話：其實我係一個宗教有信仰嘅人，咁我唔想拍啦。咁我唔會明白一個經理人咧，即係點解唔會保護自己嗰位女藝人咯？近日莊端儀就開晒記招，宣布同經理人朱葛紫棋終止合作關係，仲大爆公司要佢做啲超越底線嘅事。跟手朱葛紫棋旗下公司就發聲明話唔係事實喎。不過尋日莊端儀除咗又再爆公司要佢夾錢出報包相之外啦，仲大數朱葛紫棋曾經棒打鴛鴦。其實佢係唔係好中意真係分咯？即係其實佢嗰陣時打電話嚟同我講，叫我即係同佢分手嘅。佢會覺得個男人唔夠好，佢覺得我可以揾個好啲。咁佢話你就揾個好啲啦，即係你個男朋友都唔係好好啫。莊端儀仲話之後朱葛紫棋咧出新聞逼分手，最終啊轉玩地下情，係到近日 Stephen 被爆偷食先真分手。不過咧又自甩拖之後，仲披頭散髮咁離開同 Stephen 嘅愛巢啊！呢一度咧係我屋企嚟噶吓，我唔係同佢扮分手，係真係分咗手咯。佢俾人爆偷食嗰晚係立即執嘢走咗噶啦。而尋日晏晝莊端儀咧就繼續喺網上爆屍，鋪朱葛紫棋被爆有6張身份證嘅報道，串爆對方冇誠信之餘，仲提到推戲問題，話女藝人唔拍，一係說，一係揾其他嘢俾佢做，仲叫朱葛紫棋咁想拍自己拍啊！我睇蘋果動，因為免費睇盡1部4刊。